方兄，虽则混战也需兵法，你我联手，先将众人击落，再在接天柱上一决高下，如何？ 他还知道连纵呢，倒也不是个草包，只不过眼下是朋友，转眼就是敌人了。哎呦！让医官把疗毒治伤最好的药都拿来，放在海市门外，其余人都回房间，别在庭院里走动。给我关门！阿娘，好疼。忍一下，阿娘，医官就快到了，忍一下。阿娘，海市。 忍一下，可能会很疼。是啊。